你以為大家仲等緊指示啊？其實咧，機會已經靜雞雞咁樣揀緊人噶啦。成日我哋都喺度等消息、等指示、等批准，以為我唔出手就一定安全。其實機會唔會等你噶。當你仲喺度猶豫緊嘅時候，有人已經踏出一步，已經做咗決定，已經開始行動。雖然佢哋未必完美，但係最少已經踏出第一步，已經勇於嘗試，已經幫佢自己打開咗一個可能性啦。所以唔好再等啦，唔好再諗啊，好多理由啊，又擔心呢個，又擔心嗰個，我得唔得啊？呢個世界 O 唔 OK 啊？安唔安全啊？有啲機會，你如果唔出手，係永遠唔係你㗎，行動先至係被選擇嘅關鍵嚟㗎。踏出第一步，一定係將你嘅成功機率增強好多㗎。